来监看，来防止意外。再来看台南新华的保生大帝庙前哦，有一口霸当的古井，也毋过哦，已经封起来真久了。最近新闻指示讲古井爱搁再启用，今仔527嘛开放信众来摕古溪水。新华保生大帝庙的人员透早点香拜拜了后，一群人就请来五运大帝坐镇，要活中昼11点左右正式拍开这口100年古井，要互民众来行五溪水。以历史来讲吼，是1624年啦。今年拄吼400汤，有甲大家讲请示啊，伊讲可以啦，讲会使安尼。所以咱来甲这个井吼来5时尾啊拍好开安尼。去了后吼，这个井就封开啊，到这样一定半世纪啊，50冬啊。其实新华的保生大帝庙已经有400年的历史。不过，这口古井真正学开的时间，阁爱考证。伫地方是团讲到今上无有200-300年久啊。只不过庙啊，伫1974年修复的时，就因为水里有重金属，加上苏当时的水道水已经较普遍的缘故，就甲井封起来。后来经过新明的指示，封半世纪了后，结果重新拍开。是洗衫裤，是赶到厝内面伫咧使用，就这样。这个后来。民国50几年啊，迄阵啊，政府讲这个大家的水唔好食，有那个神。不过以前的人哦，真的对这方面哦，非常的重视。因为今天端午节是我们民间一年里头的3大节啦。特地去网络上面查，说这边尘封了300年，今天第一天开箱，所以我们赶快就慕名而来。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也可以泡澡啊。这个10公升啊，那个5公升，15公升，然后放1年的话，它都不会坏掉。五溪水通常拢是用来净身摒厝内，有辟邪祈福的意思。若庙方是已经先整理过古井，发现水质真清，也毋过也是无建议民众直接啉。记者台南报道。再来看云林北港的朝天宫的边。